7間好誒。哦，然後大家講，我家下就先偷食過咧，冇水準。都冇些炖雞嘛嘅東西上多。那個鮮蝦炒麵啊，所以你們的定情物就是蝦蝦，对对，很少有人的媒人是哈公哎。哎，你老婆算很漂亮的呢。什麼叫算很漂亮？會不會聊？你也蠻漂亮，蠻帥的。來，你出去。韓族肉交響曲，哎呦，你也知道交響曲了？你現在走氣質路線。嘿呀，交響曲嘅嗎？呀，茭白筍，你講怎麼來吃啊？我得切來一個安尼。哎，徐師傅吼，玉芳哥，莫搞歪胎死哦！你每次都取諧音，現在大家都硬取。全國打排名冠軍呢，真的，就是因為那個比賽，斗利亞哦要找他上一家之主木須宴。音樂家，你隨便講一個，巴哥係只釣啦，巴菲特係股票啦，炒麵。天哪！呀，你沒有拎你都會射兩個啊！哎呀，一定會射的。等一下，如果就算你膽漿大丟下出來，也是會有高分的，哎，因為它本身就很。但不要這麼自我放棄哦。好，換燈了，好了，見證奇蹟的時刻來了。誰把豬我管到啊，我管到。剛才雪英姐幫他把豬壓下去，那個是什麼？你看 U 黑馬蓋，人家昨那天個是手舉牌。哎呦，你還中把 cam 呢？拿掉，不吉祥啊，不吉利。Hello， 各位電視機前面觀眾朋友，大家好。還有所有現場嘅鄉親朋友，大家好。歡迎收看一家之主，我係民看族。中把 cam。今日呢，真到我嘅故鄉苗栗來哦，叫大家發現到一下呢，參加比賽組合啊，越來越多種嘅特別，越來越多種嘅年齡、年紀，冇叫樣。報名嘅管道咪多年咯，譬如講吼，平常時係從天時打天發報名，不過你啊下吼，網絡嘅聲量下高哦。哦，不只是網絡，也有直接傳賴群組。啊，一發下去吼，真嘅董你在我們的都總下哦，作為家之主的那縣民呢，地方班長。不過咧，我老大家講，基本嘅來邊哦，兩組全部係從名錄來報名嘅。真嘅哦。係哦。好啊，等下來分享佢哋。好。馬上呢，上嚟小姐今日評審欣賞，提前來分享到嘅係阿志龍師傅。各位大家好，我係資料。阿兩個好，然後來看一下吼，係費沖獎嘅劉謝玲劉師傅。大家好，哦，我係謝玲。我家下講伊獎嘅時間，他們排泄了，係哦，就承認吧。按樓誒，總得講講。好，稍後嚟呢，分享到阿馮翠係來自苗栗市嘅亮子阿嫂，分享到吹梅子啦，用煙氣。歡迎。哇，亮子阿嫂做感情暗好呢。係哦，大家都看一下咱水里一片哦，係來自超福嘅兩公婆，按到車上熱鬧離家咗。歡迎感情動好。哇！剛剛手牽手就不應該看到咧。真的感情很好哈。好，先來問一下苗栗市的代表馮翠姐姐，請問到苗栗市啊，有乜嘅好高好食好料老睇下講哦啊？，安尼苗栗就青島好食好料呀。啊，平常咧愛好啉咖啡，有咧當好食咧老家咖啡哦。邊個同行呢？嘿哦，哦，因為有為的年輕人真係落安尼故鄉，誒，哎，錯，嘅真件當站掉對，嗬，嘿，當啉咖啡啊，食嘅浪糕啊，都當好啊。嗰期還有辦一些藝文活動。哦，對，其實也最多嘅後生人轉到故鄉開店，剛講一間咖啡店就係其中一個。哦，係你嘅同學係嗎？係啊係啊。哦，做啲好好記取一下啦。我苗栗市嘅凍河糕之外哦，哎呦，香港嘅頭福嘅凍河糕。頭福啊，有一隻當有名嘅吼，應該96年家做嘅，很多羅雷多嘅天主教堂啊。羅雷多。洛雷托，哦，天主教堂，要當到天主教嘅一個信徒啊，吼，因為當去意大利哦，去婦科賺了頭福。哦，全世界第三座，亞洲第一座的那個羅雷多的那個聖母教堂。係因為咁怕意大利重燃咧，要做不讓佢重舊咧，
所以都推翻没见日出。哎，对对对对。哦嘿嘿莫是安用没走的，因为应该当年没有去指南宫啊，但是南投太远了，有没有人考虑懂要推杯没见日出指南宫没走的？这样会不会不够有诚意？干脆在我家旁边盖算了。好，古厝也係一個歷史嘅建築。嘿啦，对对挺有对。意義啊呢，都條我應該即間嘛是去過誒，南擺呢做得有機會來去看啊哦。3號來呢，馬上就來進行體育館嘅挑戰。料理大屌絲，大家顧客都要算係自家嘅好美食，兩嘴愛啲限定嘅時間地度，用帶來嘅秘密武器，做出一出最讚到嘅世界料理。到底哪家嘅美食會較上癮呢？一家之主，跳下來大屌絲咯！又到誒料理大屌絲時間咯，先來看一下風吹帶來秘密武器，姐姐呀嘛？卤豆干，哇自家攞誒。自家卤的，哦，有獨家配方到了地杯哦。真嘅哦，感覺佢也係攞到頭誒。我講地圖我唔怕都有味頭誒，然後大家講，我家下就先偷食過咧，冇水準。差唔多5地，有什麼？都好食。一撈幾叫誒。撈，因為要先炸鍋，炸係將撈一些配料落去撈，對。撈唔水起碼要撈油半點鐘以上，哇。將溫煙味。三文煙味。嘿，咁叫咩樣拿攞豆腐館做乜嘅料理？菜苗都乜嘅咧？客家回鍋肉，哦。係咪有一次唱嘅客家炒肉啊？有多少會有多少會唱哦？嘿，也嘅吼，我跟你說，你到節目當中最講講一句嘛呢？酒嘞，翻嘞。我這個回鍋肉沒有酒，真的是都難平分呐。下酒菜。哦，棒球菜哈。對。來，風吹有信心冇？有，加油啊！哇，睇上哦，不過吼，來看一下咱水今日帶來嘅秘密武器，當厲害哦！你按到嘛計？蝦公薑，哇！蝦公薑啊，自家做誒。啊，自家做的，對對，動功夫誒，蝦醬，嘿，自家做，那裡都有豐富的蝦紅素跟蝦殼素。一般哦，哎，就是是啦，是蝦公，你留多頭那個好。哦，它主要是用炸豬，行業都是炸豬油嘛，炸豬油加住啲炸鍋以後，當地用料理機料去打到變到蝦醬。哦，即係唔是冇打餸嘅概念嘛，落去對，蝦頭、蝦殼溜蛋溜起來。對，然後煮麵剛好，用一同時就變成海鮮麵。哦，居家必備。啊，基本有那倆動厲害嘅蝦公醬係做乜嘅料理咧？蝦醬海鮮炒飯。蝦醬海鮮炒飯，哎呦，湯伊咧是凍好食，因為大擺吼來錄節目嘅時之後，大家可以聽過啊，摸盤，基本有半夜食飽，好不好？對，好，沒問題。而且剛剛祥仁哥在講的時候，嘉榮姐的眼神就是哦，男人好帥的那種眼神。嫁對。我們家都有下廚啊。哇，都家庭主婦，對。好，那你們兩個等一下嘅比賽有信心嗎？有，加油啦！就甘心了哈。只有今年變起來哈。好，比賽馬上倒數3、2、1，搶開始。我哋開始咯。其實我發現一件事情，你一家之主對台灣抽成動態影響真緊誒。他自家料理的水平整個在漲潮的狀態誒。嘿哦，每個都好厲害，就你還沒成長。總要留一個最後一名哦，我們才知道海平面在哪裡。哎呀，我犧牲小我呢。看我們每一集都是很強的。真緊哦。真緊。好了，現在快。呢條嘅豆腐乾真緊好食，其實但長食嘅豆腐乾就好咧啊。佢好厲害哦，佢恰切。哎呦，厲害。那問一下，怎麼個恰切好咧？因為安尼豬肉帶等下咪強用安尼，發度安尼，先咧下強用啊。當用點誒？佢下面有包裝嘅賣係冇？有。你包喺中嘅。懂好食，有，剛下面就食過。然後講雪玲姐，你食到會奮鬥哦。有食啦，剛剛好食哈，好食。睇你冇安尼煮出嘅按順意按好啦。跟你都會比賽切推下你講係啦。搶講一下，牛羊姐，哦，你們懂厲害耶，你不然都廚師嘅嘛？沒。啊？有冇阿叔家流量呢？有家庭主婦沒？啊，主婦都好強哦。這個豬肉太強，拜託跟我加4倍。哎，你有冇切到安泡啊？這個很好吃。哎呦。哎呦。啊，這你豆公凍厲害呢。
平常要煮。我问一下吼，因为依家下讲係回鍋肉啊，一般家上係回鍋肉，然後客家回鍋肉就買冇強用哦。因為咧回鍋肉啊，吼，一般煮平常啊，安尼做嘅三青肉，煮三青肉家下係少少就出只切板，吼，安尼就混結醬啊，是啊要春啊，春嘅一天二春，要混只調味就將嘢都陳人去做煮法，炒一些蒜泥啊、豆腐乾辣椒，也都攞買迄個切好嘅皮飯嘅菜，安尼誒。那这一桶咱们就拿了形色的发，西色就拿了包汉堡没懂粥的，做的好棒哦！馒頭、漢堡攏做的，而且蒜苗跟懂咱们的酸台湾太了，看到来就馬上仲係酸皮懂香哎！好，等一下上都正了，先编好，好。來，谢大哥，我刚才这真的很想问，你笨蛋还走马条路啊？做保险的，他是你的受保员吗？不是我老婆啊，該用西啦，路上认识的，真的？网路上认识的。哦，那也是一种路啊，那一种对，就跟我们网路主題一樣嘛，就網路上報名的。那我要來問這邊了，來阿姐，这样子问到答案不一样怎么办啊？你一開始就知道阿哥動過煮菜嗎？不知道哎、不知道，那你到底是不給買個東西下多？他有一次来我家，主动帮我下廚，我就是因为他那一餐，然后就被他深深吸引。那一餐煮嘛该？那个鲜虾炒面啊，哇，真的，有都有虾，都有虾，又好所以你们的定情物就是虾虾，對，很少有人的媒人是哈工哎。哦，啊，你這個蝦公誒，應該係講炒飯哦。炒飯就撈其他不卡就買冇強用嘛，有放一些配料啦。嗯但是如果說不卡做某料，嗯你要有這個，就變成就馬上就海味就來了。問一下師傅吼，像你傳統就做過嘛個蝦公這種料理？它是龍蝦，哦，一定有你的蝦蝦台。對，它做出來蝦醬可以變成那個蝦這麼大鍋的。我個冇重要，客家菜海產，哦，所以我就較冇做呀蝦醬的。哦那你要跟他學習哦。可以學習啦。哦，好犀利害。旁邊那位嘉龍，我說那個那碗飯快要變稀飯了呢。哎，你老婆算很漂亮的呢。什麼叫算很漂亮？會不會聊天？你也蠻漂亮，蠻帥的。來，你出去。韓族肉交響曲，哎呦，你也知道交響曲了。你現在走氣質路線。對啊，交響曲的嗎？對啊。茭白筍。你講怎麼敢去啊？我得切來一安尼。哎，徐師傅吼，地方說莫少擺台詞哦，你每次都取諧音，現在大家都一起。旁邊那位，嘉龍，我說那碗飯快要變稀飯了呢。哦，不會，它只要拌這個炒飯啊，現在新式炒飯是你先把蛋黃拌上去之後，它會下去，它就不會粘鍋。哦，所以開始暖風，很漂亮的飯。這句暖風婷婷哦，暖趴還多了一片。對。可是會不會拌太久了？不會。我先問一下嘉龍，因為你今天的目標哦，除了個攪盤之外，還有會做嘛？你的任務啊？是啊。等一下在旁邊看着我親愛的老公展現廚藝啊！哇，好好哦！哇，我也要遇到這樣。想找一個可以耍廢的老公。哦，對不對？就是這樣，我就動很瘋。我們你先皮聊一下，莫是你們先談戀愛一下，我們錄影機不會拍，不會拍，唔會翕嗬。好。很香哦，有漂亮啊！你係豬油哦，你懂我。白豬油嘅豬油將佢來白豆腐乾，將佢來炒嘅煮埋醬油。你最香誒！啊，改片甲蒜苗炒好了。嘿，炒好誒。用啥？量子啊，手迄過年盤種用啥？叫我煮拍，人家用嘅就要食到很唔甘哦，很厲害。唔咩，我老公講嘅食到強誒。啊！哎，太幸福了吧！這個是按澎湃式都講啊。然後咧，豆腐乾煸好咧，安尼豬肉也煸好炒，哈，啊就倒落去。哇！我跟你說，我已經想到待會七條魚的畫面了，掐呢。你阿媽個係頭盤醬哦。也倒頭盤醬，嘿，我還有炒啊，卡醬。哎，你好厲害哦，又先炒過。嘿，我還有嘅頭絲未做嘅哈，頭絲。哎，炒過卡醬啊。跟味道上會出來，這個我真的要吃4倍哦。阿姐很看，記得就溜隻控件，本記得炒一下。而且你看，給他先不用快，要先炒過。係啊，等下拿個用它。哇，好香哦！有皮羅香味嗎？有哦。田姐香哎哈。
我又怀疑我们的口罩没用了，用还用。等一下还有加调酒吗？它来酒，它来调酒。酒？嘿，安尼就会香。哇，你跟我都重点呢。谢谢。你这样每次讲我都很害怕了，因为我在这边的人设越来越歪了。对，越来越。哈卡料理的经典就是酒啦。哎，不是哦，是胡椒粉哦。胡椒姐姐。胡椒姐姐。哦。好啦，差不多诶，啊，你先过嚟，要导演。害羞。盘得有理亏。真的太厉害了。哎，你要偏没意猴呢。新好男人。其实动起来劲挂的炒盘呢。哎呦，但讲就哈贡酱，它刚还买个那个海鲜，那个是松卷。哦，因为今天没有放虾仁，是因为说希望不要让虾仁跟虾仁的那个味道跟我那混在一起，你就觉得说怕打架，待会可以让你吃原味的那个炒饭。哇，嘉柔你会好嘎你吗？不是，你会耐导毕业你？挺东眼。挺东，结婚到苗栗会不习惯吗？会啊，因为苗栗的东西都太好吃了。哦，这真的会不习惯的。嘉柔，你手上他拿的很神圣的东西是什么？蛋白。我要等它炒的差不多的时候，我要加下去。哦，我以为你要敷脸呢。没有啦。哎，你老婆算很漂亮的呢。什么叫算很漂亮？会不会因为嘎才那种穷酱嘞哦，我怕他就穷煞皮。你也蛮漂亮，蛮帅的，蛮。来，你出去，好好聊。好了，认真问一下，做嘛该乱了分2百啊，乱拍到乱动。詹姆斯教的。詹姆斯是哪一位朋友？那个哦，天系兄跟对，有台的那个另外一个，因为年轻的时候他们叫我特加詹姆斯，苗栗詹姆斯，对，有呢，连讲话都好像。对。那拍照我帮你传给他。你看，虽然给安用金走，但是嘉荣姐不是老给讲，她就知道要钓鱼嘛，改东西。平常嘉荣姐都在客厅等的啊。她平常人在。哦，他平常就出张嘴就好了，负责吃就好了。啊，等一下，他有挑梅吗？因为我看哈贡酒没有我要那个一下。因为你应该没有加酱油，对不对？对。啊，你下酱，等下不用落去先炒嘛。你可以先试吃原味的。好。很久没看我的脸了吧？试吃的就先去宽头了。又好吃又香。好，我们看到这个加下去差不多。对，我只要拌进去。好，那我们先倒数了哈。好。现场马上来倒数。10、9、8、7、6、5、4、3、2、1，时间到，马上就来吃看呐。第一关地度带点秘密武器出来，哪一组较赞的嘞？两家都真的很用心哦！你刚刚看那个场地都受到很感动，而且有惊喜。等下再跟大家讲。现在吃看那风吹部分，哎呦，哎呀，3层肉啊，回锅肉哦。蛋肠只用看的哦，那别的个什么是冻酱呢？才真的喂，又讲有别的有菜以外，猪皮老猪油的地方又有 Q， 是不一样。你看现在记得3层肉，尿了也是他们谈到卡吱的上映哦。因为表到意大概3層肉真係當真的哈，好食哈，好食，好食，它色煮的全部都好吃。你知道记得做营养饭，好吃，3層肉啊好，當場很好吃。嘉荣姐呢？你觉得他们做的？它的猪肉炒的还蛮香的，不过比起来，我还是觉得我老公做的比较好吃啊。你留下今日係要討論過，根本嘅戰術就係晒恩愛，將條晒到每出錯嘅。我真經好食咯，記得我攞冇咁錯，我炸過咧，我食看一下，用愛心做出來嘅海鮮炒飯，我用拌的來食看哦。還沒有先讓大家講一下，我們剛剛有看到一個好厲害的用心點，他在幫我們做一個拉條，不用那個炒飯蛋糕，很用心，100，我們第一次看到這樣。特別係用個招牌，按用幾多個炒盤呢，當杯，很好看啊。炒飯的部分呢，蝦醬好香哦。很加分呢，很鮮，當起嘅面泡。因為雖然人炒到安尼，聲音真型同好，同好哈，真型同好，真型也不用很好，很幸福哦，很美，好好吃，一直低着頭，一直猛吃。對啊，我已經吃光光了。還有真硬呢，真的不簡單，因為剛才講食材咪凍碰排，韓國嘅蝦公醬唔會凍衝，但味道是剛剛好的。好食，那韓一般做蝦公醬會賣啊？哎呀，男人的福音嘛，應該咪一句講，凍簡單哦，凍麵、凍盤去做的。
好，今朝的时间呢，真有多量啊，都心都红都拿唔听从都大家先来做啊，唔怕，为你专业要来写，阿志龙师傅抢本分数。耶！唔怕唔怕，汉语2分嘅機會看一下阿四零搶不分數。哦，兩球呢？志龍師傅搶公平。兩片攏10分有提色。我先講南水那邊哦，因為下工將做得當好，10分好，當天然的下工的米線，但是我做社會的米線，我建議啊，加一些的蝦油，有一種東西叫做蝦油，一些的就好，唔好搞規則，人個天然的下工的米線提出來，我較曉。我當然當聽一個建議就是一翻哈，冇辦法粒粒分明，反正按你綿樣嘅，有得盲點多呢，盲點就多。第一，人個翻冷翻，佢啱啱嘅嘛，我先用手去嚟攪散來。哦。講人不過一定要燒，油啊落去要拉，等翻規則要斷筋，然後個翻攪向下，實攪好嘅，實都落去太火嚟，見拉。拉開來以後，將來不用下醬，按人叫做料得到來，慢慢咧。人個飯就會當 Q，啊一邊風吹呢，就係當正常的回鍋肉，客家人呢，客家人回鍋，做乜都回鍋肉就係熟嘅肉，再轉去炒，啊因為炒出人體色安尼天呢。有咩講當專業嘅？我係專業人士啊。專業。很細節咁講，我咧係咩？到蛇靈街我想去講嘅講車嚟。雪靈姐，我岔開一下，志龍師傅叫講講你係個女神呢，你冇多啲時間。當然啦，女神啊，我知啊。好啦，我哋喺度用吹，我哋用吹煮嚟都當好啦。唔呀，風吹我做乜冇本數嘅原因喺度，你有一啲湯汁啊，係有翕一啲啲很軟一些，你別個真人當好，米絲未當搭，可是香糟嘅啦。回鍋肉有啲啲嘅安尼水，一啲啲嘅酒啊。有啲酒香啊，但我有香啊，人哋炝鍋的部分冇拉香啊。冷水咧，我做本人個蝦醬確實相當啊，我哋都咧較最好係有個蝦醬嘅米絲啊，人個海味啊，整件凍油啊，整件日翻尾向大上一啲啲嘅拌拌，對老人家來說當好啦。真嘅當好啦，等下下節目嘅時節名片留一下。好，佢原來呢國家都各有自己嘅特色咯。唔過呢，三下來呢來看啊，雪靈師傅帶來乜嘅菜菜搞太切啊咧？夾出菜菜。雪靈師傅是當叫無來哦，上任年做嘅菜哦，叫咩菜名係乜嘅？鹹豬肉交響曲。哎呦，你也知道交響曲了？你現在走氣質路線。係啊，最近發生乜事情？結婚也係嗎？還有談戀愛。哦，交響樂這樣子哦，愛的交響樂。交響曲嘅嗎？呀。交白筍。然後想呢，想來。呢個香呢？凍硬嘅。跟住咧，啊廚咧。廚咩啊？豬肉啊？啊廚怎麼解？英國怎麼解廚啊？喲，我哋切落去就安尼。好痛哦！真的呢，哎，徐師傅吼，地方哥莫搞壞態勢哦。你每次都取諧音，現在大家都應詞。我今日講嘅啊，去啊，鹹豬肉，你鹹豬肉我切佢滷嘅。哦。我用1斤嘅豬肉，一細湯匙嘅鹽，先撈豬肉，撈鹽，濃濃嘅，用胡椒粒啊，濃嘅，冚蒜頭。哦，一啲啲嘅米酒就好啊，我冚蒜頭個米酒，安尼滷1禮拜。1禮拜啊！哦，莴筍，係愛菜蒂嘅莴筍呐。我用菜蒂嘅莴，你啊凍當季，你啊食機凍度好。莴筍，你啊咪菜蒂嘅玉米筍、木米，你啊蒜頭，你啊豬油，哇，辣椒，葱誒。我昨天按都用下做交響曲。好，那我們那一組剛才好像也是交響曲的概念呢。係啊，沒算啦。我先那放一下。我哋豬肉咧，我皮會上一呢，安尼切。這個真的是很多片呢。莴筍，我哋切滾刀線切倒落去嘅，我扁轉來，你睇切介刀，係咪做平台？你切刀。滾轉咧，滾轉咧切介刀。做啲切片嘅麼？切片咧叫嚟豬肉同樣，安尼切片麼？切片咧叫嚟口感會下泡。咁咪試咯，嘅口感會下好。係，你安尼口感嘛要哦。哦。沒做咧展現佢嘅刀工啦。
你煮油先落去了。嘿，煮油落来啊。哦。大油落去了，炒了。哦。炒米菜焦黄色一滴滴的，爱长用莴笋落去啊。好。我妈雪玲姐教我们多的事情，现在连交响曲她都会做。有唱到交响曲上吗？有哎。音乐家，你随便讲一个。巴特。巴哥系只钓鱼啦。巴菲特系股票啦。炒面！天哪，你每天你都会吃两个啊？哎呀，一定会吃的。等一下，如果就算你胆酱大丢下出来，也是会有高分的，因为它本身就很。但不要这么自我放弃哦。雪玲姐，你有听过最厉害的交响曲是什么吗？冇呢。音乐家，你随便讲一个。我冇按红，冇按歌，你问俩就问有个姓贝的，贝什么？贝多芬啊！哎呦，厉害咯！啊，还有个叫巴，还唔知哦，巴马个巴哥系只钓鱼啦，巴菲特系股票啦，巴哈啦，好啦，按呢个了会别几球，别比叉叉，我别俩之前，我就先来做摆盘，我用挂泡，我拿来刷一片一片，小黄瓜我冇烫过，红萝卜肉、茭白笋我有烫过。通过长来安尼煎以后做摆盘呢，一听到有熟的东西、湿的东西，然后摆盘，那湿的东西摆盘，那就等于零的呀。哎，嘉荣，你真的都完全没有煮菜吗？在家里？他不会开火啊，好好哦。但是我会洗碗。你是故意不会开火，还是真的不会？不喜欢的事情就不要做啊。哦，好好哦。这种男人真的很少见的啊！你要煸好之后，该莴笋就要落去了哦。哎，你要烫过，不是炒过。我烫一下啦，还夹炒啦。啊，你等下煸嘅时间会像个风水一样煸到绿豆燥燥吗？唔会呢，就变色就好诶，唔是变燥燥。加蒜头，葱诶，煸皮香啊。你唔可以煸葱呢，煸蒜呢未做得。哎，就先入果冇穷用呢。嘿。哦，全部的食材吼，就先有过一下水啦，等一下炒下姜啦哈。啊，像你要烫的时间不是加油哦？不是，这不是加油啦，等下你要加片油的，这边在加油，到老油要烫油。烫油诶。那我再想问一个问题哦，从俩10狗推以后哈，嘉荣也看了这么多道菜，有没有学到哪一个？他在家也有看呢。我觉得看听听。那嘉荣，你最爱吃的料理，客家料理有什么吗？客家小炒。我问问题的时候，你全部教落去了。问客家小炒吧，唔爱煮好嘞啊。哦，大炒肉，师傅唔会。全国大头面冠军呢？真的。就是因为那个比赛，多利亚哦，要找他上一家之主母鸡宴，他同安豆，先系拍啥超机去做品型品判。冇发觉吼，我冇用咸淡哦，我总系用酒甜甜哦。哦，因为有些路过。嘿。你看，嗰個莴筍聽咗切到像滾刀，切片就冇按好看呢。對，切樣樣會較好。都買個石木春油咧吼。那種按交響曲啊。係哦。真勁誒！你那個剛才藍隊的牌子可以借他一下，是嗎？對，要不然就係用豬油落去煸嘅，聽出凍香。好讚哦！我要吃很多。來，完成鹹豬肉交響曲。阿娘就後生咯。耶耶耶！大家不然香港哎呀，给朴树我有一些交响曲的感觉。噔噔噔噔，很美啊！有一个鹹豬肉交響曲，謝連記得來，睇下有試試看呐。哎，蛋腸用皮也是凍香。可能因為因為豬肉先入了一個加力白。而家鹹豬肉當然咪高誒，豬皮咩當 Q 哦。豬皮咩當 Q 哦。煸到安樣嘅，唔會皺皺，很有得水分。好好吃哦！冇怪應該大條命咧。豬肉唔會將牙邊牙拆散，我當好食。當 Q，啊，佢當薏米，香菜種高筍啊，又按湯過，所以就唔可以給你小腸米啊，當好食。吃到粉的，你冇？再來一碗。
哦，一个5辣哈，太少了。一连辣椒全10天。哎，经营好水嘛。你专业都在吃座位啊。我。其實啊，重點就係講緊重要先入口。其實3日做在食的啦。哦。其實如果3日按個水，而且加下水要細鍋的當然切。你一定要學起來哦，因為嘉榮應該是不會做的哦。一定，我知道。嘉榮，你覺得師傅走東怎麼辦？他也吃光光。对，我也吃光光。我觉得它的咸猪肉味道真的很好，刚刚好，不会太咸，然后也不会太淡，就是外面很少吃到的这种。对，薄盐咸猪肉。对。因為呢度時節吼，配沙就蛋腸3,000牛那嚟炒婷婷，表婷婷，如果現在入口要經濟冇強容，對，很厲害。我們的阿龍哥、海龍王嚟講看，注意看啊，天已經冇過度嘅調味，天熱底下仲要配啲包竹筍。鹹嘟吼，都做底位會挑，真言交響。剛剛講，你看他多想念你。開始做了吃周坤啊哦，雪玲姐哈 ，QQ 羅一拜就給大家出大菜，來一個交響曲。國內頭前一畢業，馬上來進行最不會迷館的挑戰。百變料理網，兩嘴愛啲寒天嘅時間地度，用自天嘅食材變化出無窮樣嘅料理。亞冠唔但將係比美食，沒有比創意哦，都帶奶嘴將係正經嘅百變料理網，一家之主，按你隨來上菜了。好啦，看下嘅百寶箱都要投錢了，看下地圖怎麼？好，來基本要主題嘅食材就係炒麵。天哪！你每年你都會吃兩個啊？係啊，一定會吃的，這還要加，不用再做別的事情。韓國加工做變化，不行，再變化就變邪教了。韓國師傅又想法咯。哦。喺捱法，我會留一麵剪短，我做海鮮的嘛，我用海鮮將底部包鹹蛋黃餡，鹹蛋黃是有點像流沙餡。哦。然後包落去以後再去煨一麵。哦。炸。哇，他好像有做過，哦，好厲害！哎，像嗰啲一般的家鄉料理變做台串呢，真的好複雜。我問下哈，客家女神啊，阿瑟琳，係啱會凍簡單的方式，加條油，唔係，加軟落去煎，像煎餅樣嘅。哦，加軟落去煎。要問我。好，來很熱法。我會配水晶餃湯一起喝。在地正宗料理人。對。哦，假使係嗌法，去加胡椒粉，這沒算加工啦。我們沒有在加胡椒粉都要。但詳細咯，所以大家做啲咧上看啊，家下師傅們就本大家重新嘅想法，做咧互相參詳一下。對啊，做應該都有想法表，因為料理人對啊已經懂熟悉了。等一下，如果就算你膽漿大丟下出來，也是會有高分。因為它本身就很，但不要這麼自我放棄哦。馬上來進行最不迷館的挑戰，下關呢來老亞嘅炒麵做變化吼，搶每下風吹上去吼，菜苗都嘛該客家炒麵少，哦，客家炒麵少這樣子，少碌碌嘅。好，大家再來看看都帶馬料理，好，有星星冇？要，我睇過安排上嚟嗬，來睇看一下嗬，咱隨後今日看到炒麵以後，有乜個想法？你印度嘅菜名，創意炒麵漢堡，都漢堡哦，係西式嘅。對。好，等下慢慢來了解一下。等下嘅比賽有信心冇？有，都仲有凍點呢。好啦，2組都已經準備好勢，馬上倒數3、2、1，唱開始。我哋開始咯。今日參賽者真係都懂厲害啊！炒麵我有變化，這真的有點危險。哎呀，它就是已經是成品了。而且有懂後生，大家料理已經吃慣呢，要把它再加分，如果再把它扣分就冇必要嘛。成品的東西圍繞先去解構，將來重新解構動難。真的，成品最好先加入會員，按鈕買單會累積點數。好了，成品這真的是學你的笑話，我真的很失禮。好，來看一下，你係乜嘅？3層肉切來點條架攏切咧，係冇？係。哦，眼看，因為眼看就啲件咩火鍋料嘅豬肉。伊迄豬肉點這樣去切咧，薄切薄薄嘅。厲害。要真好。啊，你下叫嘅粉係乜嘅？大阪燒粉。哦，它特別先嘅粉哦，冇用係冇。冇用呀。很厲害。也有啲像日式嘅
口面啊。但之前都会做呢。平常都加油煮来吃啦。真叫想问一下哈，因为哈港你比较少吃日式料理，你有没有想过？不会啊，我昨天晚上才吃哎。我就说你新世代嘛。啊。日式料理怎么个会想到用大阪烧的凤蟹来做啊？因为平常哈都食同样的东西，想别安尼可以。变化一下，看其他那个口面尝试一下哎。对。哦，先炒过呀嘿。唔是，就先倒落去，安尼个搅好个高丽菜啊，切油油的倒个大阪烧粉，搅好就啊倒落去。哦，所以用凉面做给它煎饼，做给它饼系吗？对。咁就新讲是看两谱咯。就学过大阪烧吗？吃过啊。这个很赞呢。等一下是不是要扁面？扁面。要扁面嘛哈。刚才有人先煮，等一下转来刚好扁面。好。哇，有人开始下厨了。Oh my god！ 有人下厨了。Oh my god！他只有2个而已，你要小心呢。火会不会太烈了？不会。我个款个胖哦，冇从老不会买哎，是自己做的，自己做的，对。太幸福了，真的，加油！那老公有没有交代你这个要煎到什么样子？微焦，他跟我说煎到微焦就可以了。微焦。啊，这个是太焦还是微焦？这个是有一点点焦。相信阿公，那款面汉堡皮啊。该什么嘛强用哎，它里面是不是有加奶油呀？哦，对，我用奶油，那有涂奶油，让它稍微那个一下。你真是太厉害了。哦，没有，就是刚刚把它解开剥开之后，你去拌那个酱啊。我那酱很特殊哦。我想说让嘉荣介绍，不知道他会不会讲。嘉荣你介绍，你讲。这个里面是什么？阿兰姐最有名的阿兰姐。阿兰姐，你也知道你变在地的媳妇了，真的。对，她的炒面的酱啊，还原回来啊。然后我们用她的酱去。再加一些小秘方，所以家中没有切菜嘛？哦，你还有煎卵的吗？哦，汉堡里面的蛋吗？哎呦，哇，哎呦，哦，你那卵汉昨天还用煎哦？我觉得你今天卯足实力。他现在不能理我们，这个有时间限制的。真的，不然等下就会跟我的汉堡皮一样啊！真的。没想到呢。蛋枪给用跟阿兰姐种了调啊，就这厉害，不是用一般汉堡美乃滋。这个有厉害。所以按煎过以后，其实吃落皮哦，汉昨天学到炒面的意思。那我看你出了俩好，你还有加这个客家的俩嘛改？这个是那个焦糖洋葱。焦糖洋葱，哇！哦，好生动。你真的嫁对了呢。边面，我们等一下我回来问你这个焦糖洋葱，好不好？要边面的。这个不用先煎过就直接放。对，那边面边过来边过了。你现在用甩的，是不是？我没有用甩，那你要怎样？我们请厨师帮我们。好，厨师可以帮我吗？可以啊。要找哪一个？你们两个我要找志龙师傅。志龙。哦，海龙凤。哦。好，来，2300万嘅观众朋友圈都来看。来，我帮。好，反灯了。好来，见证奇迹的时刻来喽！师傅就会师傅嘞。真的好厉害哦！谢谢师傅。谁把猪？刚才雪英姐帮他把猪肉压下去。Oh my god！ 那个是什么？你要黑马盖，那个是手举牌。哎呦，你还中把枪呢！拿掉，不吉祥啊，不吉利。手吉祥。来喽！师傅就会师傅嘞！真的好厉害哦！谢谢师傅。谁把猪？刚才雪英姐帮他把猪肉压下去，真给懂难了，因为它太重了。因为它本身比较重。太重了，真的。但是这样子已经算不错了。很厉害了哈！大下有3层肉煎味炸，味熟啊，好咧，安尼长得加酱。哦。那这样就可以了，差不多哎哈。好，我一款它烂嘴了哈。要去看人家晒恩爱的。晒恩爱啊，好亮！Oh my god！ 那个是什么？你要又黑马盖，那个手举牌。哎呦，你还中把枪呢！拿掉，不吉祥啊，不吉利。你要摆新勇哎，不吉利。啊，民主啊，这个旗子嘞。你在叫我？对，还有。哎呀，喊有啦哈。对，有。
哦，嘉荣你好贤惠，哎，很会摆盘啊。其实也不错啦。真的，哎，嘉荣，你看他有在做哪一方面的工作吗？居家清洁很厉害，好好哦，我很会整理。他很委婉的，就是家事都我包办。真的啊，我们家的家事都是我在做，然后厨房的事情都是我老公在做。所以你们上海都很福哎，就是各自分工各自的作业这样。对啊，对啊。哇，幸福！哎，这个面真的太厉害了。我们是不是要倒数了？因为他们差不多。我还蛮看到民主呢。哎，不是啊，你刚才有那个什么酱？焦糖洋葱。对对对。怎么做的？就是把洋葱炒一炒，再加点奶油跟那个黑胡椒。哦，啊，焦糖嘞？焦糖颜色就是叫焦糖洋葱。哦，摸炒通哦。但是你那个真油来变成焦糖洋葱是做得很多，用来做那样，人家洋葱全部炒好以后，直接烫，不用做蛋糕，用炙烧。哦。炙烧一个糖就会染到洋葱蛋糕。你再看看它烤烤的，就变焦糖洋葱哎！哇，好用心哦，好漂亮哦！来，不用真的，等下我们再帮你换一个盘子。那再来，丽的先来倒数。好，来。好，天草马上来倒数，10、9、8、7、6、5、7、3、2、1，时间到，马上出来吃看下最杯美玉馆，哪部开料理较针对嘞？这次料理真嘅量做都很厉害，冇想到做老安故乡嘅炒面变到咁厉害哦！现在风吹来这去，哇！哎，东港面，啊，地尾的雪村有冇按碰牌哦？而且我觉得炒面变东西系当合调诶，就是讲夹个口感要嘟嘟好，油先煎过，唔会做讲撕拉落去。还会让像葱安尼。韩国水当不会加个点哦，真紧冻葱了，因为加以后完全就变做大阪烧嘞。韩国就加虾干跟水好香出来，有个虾干味。好吃，是这样的。看盘都是好吃嘛。好吃。喊你对方那个东西是都好吃。满意吗？满意哈，用眼睛做嘞。好吃的，真嘅呢，冇想到你炒面这边都安尼吼。哎，你觉得他们做的走动用拌，客家新风味啊吼，客家大阪烧赞。现在都系大阪烧的美食，不过韩国的咬的大概炒面来口感。你给家中这类，你觉得他们做的走动用拌呢？很有创意的一道料理啊，而且它香菜跟美乃滋味道搭起来刚刚好。或者还有两下就帮老一些看哦，这个我们用炒面做个汉堡咯。真的，刚刚 Q 蛋糕还有差别起耶，好厉害。然后观众朋友绕 Q 哦，然后要不要表现一下就好吃嘞？好。哦。好扎实哦！你真的一口吃下去哦？口感如何？因为是个汉堡的世界了，那最好吃的就是在汉堡里面就有涂那一层的美乃滋，对，冻甜小小的细节，他们的地位都在炒面，因为就是先用软香下煎过，面香大概软香一下起来，其实冻是厉害的。我觉得它的面包没做同好，面包没同厉害，真嘅当夹啦，而且加美乃滋的种哦，用给笨蛋吃炒面加加辣酱嗰一条诶，很够味。真简单贴的，一般那汉堡呢就清简单的个汉堡肉，和一些生菜这样的给你。今日贴的冇咁样加，那客家面落去呢，口感完全就冇同样。今日口感同好。冇想到炒面做得安用诶。系啊。到三洋咖啡买炒面，顺唔睇嚟唔对冇解释啦，哦，那兄弟大概会做汉堡啦。好，就突发奇想就把它装进去了。还有辣酱不要浪费，客家人烫一下上了哈，辣酱不要浪费，就加沙拉就把它拌成专属的沙拉酱。嘉荣，往你来讲，换你来说。换我来说，我一定说这个汉堡超级好吃啊！因为这个汉堡是我老公做的。原来是在恩爱的咯。其实他一开始跟我说他要把汉堡跟炒面结合在一起的时候，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奇怪的组合，差点闹分手吗？有一点不是很能接受这样子的口味啊，但是他后面做出来以后，我觉得这样子的味道还蛮搭的哦。而且外面的汉堡，老实说吃起来比较腻，它这个汉堡吃起来比较清爽。这一道菜无论结果形容办，我觉得爱心出发真的就是最棒的。好，等一下就抢师傅的评分喽。我现在抢艾丽啊，志玲师傅抢分数。狼嘴。
好，大家来看一下阿瑟琳抢步复苏，美浪吹，恭喜恭喜 ，yes！ 哦，给我一个胶带。人家创意同好，但是实际上讲破的就是一般的大阪烧加炒面体的。所以我说有一些大烧，因为人家百变料理嘛，创意。既然我创意就要创多大。既然我展现客家的面食，你就要展现多大。比如讲可以调客家嘅酸頭油啊，你嗰時講有辦法調一隻客家頭油嘅沙拉醬，或一隻嘅炒面本身嘅醬料嘅沙拉醬，雙色來起來又好看又好食又唔會滯滯。而且我因為講也有較大眾較無按創意，所以我會選擇冷吹。啊冷吹那邊我會選擇係因為你就用一原本嘅醬料去調，唔去甲上愛調嘅口味啊，因為也就是一隻動。特別的創意，所以我會選擇冷吹。阿瑟琳有嘛建議嗎？我咪係建議風吹啦，吼，你係數到醬料啦，唔係講數到創意，因為創意嘅頭腦以後哦。咱是咧，我做嘛有比分數嘅原因度來，去當沖面，去為到個面的醬，來挑個美乃滋，那是一個當好嘅特色啊。你當搭啊，加食起來有啲啲微辣。咱食落漢堡講有啲啲微辣，咁個個菱角啊，撈個醬菜按搭起，唔係油油，真的創意很好。真經動厲害。兩組都當有創意，睇似咁樣做上課啊，都讓故鄉嘅就特色料理啊，做定用嚟做變化模呢，馬上就來頒獎咯！兩組都很厲害喲，頭前呢。藍吹得到3分，風吹得到1分，先來恭喜藍吹。好，來看一下藍吹今日就得到1000Q 嘅加菜機。耶！恭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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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三號人呢，風吹嘅禮物哦，要動針到哦，一個係呢吸管杯組，韓國，另外一個係不吸水的木纖維剪錶。哇，要2項恭喜你哋，歡迎嘅盤哈，恭喜！好，三下來訪問一下吼，今日哦，為咗係誰來嘅來賓吼，就係呢個詹姆士來分享一下自家嘅感想，好冇？今日啊，同歡喜啊，吼，來到我這個故鄉，吼，又來參加一家之主嘅一個節目，搭下個對數讓愛吼，安子真子嘅，你今日未動好啊？所以做就是動好嘅客家社來嘅代表，安樣吼，其他嘅社冇看到客家社來哦，就會覺得哦不錯哦，也是有例外的，也是有例外的，也是有例外的，都唔會做啦，吼，嘛個料理圈外，咋個咧問一下嘉榮咯？今天身為這個客家媳婦啊，來參加客家的節目，有咩感想哦？很開心今天參加一家之主的節目，可以在這邊跟大家一起學習，不是啦，學習烹飪的技巧。哦，謝謝我的老公在旁邊幫我啊。會講客家話？老公我愛你，會不會講？老公奶愛你。哦，好啦，春梅記哦，我要講。天從處你最後就會記，你最後做真記。哦，春梅記老太茶講一下你要不要參加心得？你要不要參加呢？雖然冇得獎金來講，但是得到當道嘅經驗，也感謝兩位師傅教俺道嘅經驗。玉欣子老太茶分享一下你要不要參加心得？我講嘅啲本日就講起嚟啊，好啦，師傅也就當好教，有啲經驗。當好教，當好教，嚇你爸過來冇？會啊，我過來哈。等你來哦，祝福愛來。今日呀，嗬，食太多好菜，貼片咯，兩館地圖都發現到兩組都很有創意哦，又發現到本單你看到呀就師傅啦，佢做得加入人嘅考試過後，變成無缺用創新嘅料理哦。係啊，根本呢個兩組吼，其實全非常嘅厲害哦。無論你係做很好傳統嘅，無論你係做很好新式嘅，盡經非常歡迎所有嘅朋友共下來報名參加哦。我唔錯，依家資助等等你共下來啊，到尾分享人嘅創意老好美食，下禮拜再見，拜拜。